台顶足侪饲鸟的呢。对啊。饲鸟。等下一个饲，爱一个看伊饲。功能有正常。哦。咱看即马鸟拢无红的啊。啊，咱看一下咱各种有啥物各种，嘛拢无正常的。无正常。阮就在通电。哦，通电。安尼就电走哩。对，啊，咱后壁有一台机电工，伊就会升起接着电，加电就走哩啊。嘿，所以咱就灯。哦。灯，就是接着。对，啊，恁就看咱个电有开始通啊，有啊。嘿。哦，走起来。啊，你电压。哦。啊，所有物件就开始运作，啊，恁就再开始。有电啊，所以咧运作。嘿，啊，恁就再去检查车歪。哦。啊，加咱个手通。哦。啊，就再开始看，像即种电火。电火敢有咧死？嘿。啊，头顶那个双红灯。安尼啊，设一下就对啊。对，咱设置，而且咱个试这门会开无？咱个试看卖公司的门会开无？哦。大家车门拢爱检查。大家车门拢爱检查。车身有侧伤无？侧伤嘛爱看。嘿，搁看车底有啥物奇怪物件无？下骹跍咧看。天未光就出门检查车辆甲铁记录，就是要互旅客准时上班上课，开始顺利的一天。